108课纲实施到今已经满4年啊。日后联盟公布2023年台湾儿小学习状况调查报告，发现即卖学生学习的压力也是真大。有的学生甚至补习都要补到3、5、4暗。有要落下的学生感觉学习疲劳，甚至出现自我伤害想法。建议家长尽量关心囡仔的身心状况，而且会当减轻囡仔对未来的焦虑。关怀陪伴不能少，孩子学习不过劳。同齐化考核讲出各中高中生学习的苦恼，因为108课纲上线已经满4年，日明22公布2023台湾儿小学习状况的调查报告，发现6成的儿童少年爱课后补习。都市学生囡仔超过7成，而且超过6成伫补习班上到9点，2成3爱上到10点以后。低数超过9成3的儿童少年困眠较无8点钟，3成7敢来当困5至6点钟。4点15分的时候从学校放学，接着去补习班到9点，然后继续待在补习班继续待1个小时，然后这样子回家再继续读书读到1点。那我自己在校外也有一些。像是比赛啊，或者是学校有些专题报告等等的都要做，要花很多时间，然后这样忙一忙，然后加洗澡时间差不多就已经晚上2点。调查发现，强调适性发展的新课纲，对老师甲家长的课业要求，也是让学生囡仔的学习压力真大。将近6成的学生囡仔感觉学习会真忝，甚至出现自我伤害想法。可以去提供给孩子一些支持、一些理解，让孩子知道说，即使是他在一个比较低落，或他觉得自己好像表现得不那么好的情况下，其实他还是被接受的。家长除了不要只关心同学的学业表现，一定也要关心他的身体状况。比如说，如果有头痛、胃痛啊，或者是他真的就会有一些自伤的想法，一定要早期的发现。日后，我建议家长爱加看囡仔的日常生活甲身心状况，困眠爱有够。养成运动的习惯，减轻学习压力。家长甲学校嘛爱建构完善的生活辅导机制，减轻学生囡仔对未来的不安。参加会议的学者是建议，因为囡仔愈生愈少，家长更加应该让囡仔了解产业的发展趋势，才会当行着方向，适性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